台铭昨暝参加到婚林乡亲后援会餐会，是引用到经典的童话《三只小猪》的故事，甲侯友宜甲郭文佶来画画，希望三个人会当整合，做伙来对抗到赖清德这只大野狼。佮讲希望会当林家彬来讲合作。侯友宜安怎来回应呢？侯友宜讲，伊5月17访征调了后，就上门要去拜访到郭台铭，但是去3届拢无拄到人。侯友宜讲，这回过党的约林家彬，礼貌上伊会展现更较大的诚意。侯友宜讲，伊会搁一摆上门去拜访郭台铭。有2只猪大哥不团结，结果才会被大野狼个个击破。伫餐会引用3只猪仔囝故事，甲侯友宜话讲，希望一来好好讲整合，拍败这个大野狼赖清德。过两天侯友宜就到肉店吃猪肉。到屏东的市场拜票，面对郭台铭约买林家彬，侯友宜讲走了找过过党的，不过对方无要插伊。5月17号，我接受国民党征召成为总统参选人以后，我亲自3次登门拜访，不得其门而入。今郭董约喝咖啡，理发上我更应该展现更大的诚意，再次登门拜访。求搁等候郭台铭强调讲，被定调了后，想要甲郭党的见面，却是见袂到。3个月后，换郭党也要约伊林家彬，是讲3只猪仔囝故事，大兄二兄拢并单，最后要去伫小弟的厝内，敢讲是你靠说侯友宜？我说这可能想多了吼，只要能够坐下来谈，我觉得都是一个有可能走到共识跟目标的一个过程。那至于说房子怎么盖，要大家能够一起有共识，才能够把这房子盖起来。要是5月17郭董事长如同他当时在他的脸书里面所写的话，那他的高度现在已经是非绿大联盟的一个您可以说总召或者是掌门人，想要鼓吹他不断的去联署升温，有更多的筹码的话，我觉得是大错特错。郭台铭的邀请到目前为止也未得到善意的回应。Hello， 我是林纯佩。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